我哋並唔係生喺一個和平年代。嗱，1938年10月12號啊，呢個日本嗰班登陸咗呢個惠州大亞灣。咁從嗰個時候開始咧，廣州、惠州就開始淪陷啊，咁啊屠殺咗好多中國人。咁喺嗰陣時咧，廣東好多人咧就自發組織游擊隊。咁當時嘅游擊隊抗戰咧，大家應該知道係真係好慘嘅嚇。同我哋而家睇電視拍出嚟嗰啲戰爭片係兩回事嚟嘅。當時情形係慘過佢哋，真係百倍萬倍嘅。咁呢隊游擊隊咧，慢慢就衍生成為咗東江游擊隊。東江游擊隊嘅全名咧就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中隊。咁佢哋咧就喺呢個惠州羅浮山個司令部啊，就成立咗我哋今日去嘅惠州羅浮山。當時朱德元帥都話呢一班人咧